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16，诗篇37篇18节安尼讲：上主眷顾完全的人的年日，因的产业会当永远保存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产业永存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荣光甲尊贵、信实甲公义的真神上帝。伫你无虚假、无变换，也无转世的影。主啊！你是良善、怜悯甲疼痛的天父。你予人有恩典来活，也予人有你的救赎甲愿望，因为你是拯救阮的永活上帝。主啊！阮有做的人，原本伫你圣洁的宝座前，的确徛袂牢，总是你借着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救赎阮，互阮通得到赎回，也要因为信靠你来得到完全。主啊！感谢你，因为你眷顾阮的年日，互阮的产业会当永远保存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眷顾属于伊的囝儿、查某囝的每一个年日，咱的产业伊也会永远为咱保存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